好，來繼續來看花蓮市長魏嘉彥4月就完成登記，要參選連任。想袂到昨黨部甲通知，講無要甲提名，敢若同意用報備的方式互參選。講魏嘉彥的老爸起一個昏倒送病院，啊，講魏嘉彥無排除會對黨部提出着加處分。國民黨家母新北市長侯友宜來到花蓮，縣議員魏嘉彥和花蓮市長魏嘉彥兄弟仔黨陪伴食在地美食，真濟活動攏看到兄弟仔同齊出席。兄弟仔感情深，原本攏是國民黨籍，佇咧家己的工課做好本分。魏家協、魏家業在此謝謝大家。不過阿兄4年前飛機參選議員卻撤銷黨籍，小弟今年4月完成黨內參選登記，要爭取市長連任。國民黨中常會3月正式提名給安鄉長游淑貞選縣長，阿兄嘛以無黨籍投入縣長選戰，想袂到小弟向陽橋當地無得到黨內提名，敢若同意報備參選。魏嘉彥無排除對黨部提起加處分，恢復參選的款項。傅崑萁是把所有的籌碼都綁在手上吼，那逼迫魏家兄弟以及魏家人來上談判桌來跟他談判。聽講黨部要來測看國民黨和魏嘉彥的連結，間接影響到魏嘉彥爭取連任。阿兄並且鋪文唔甘小弟，講4年前家己嘛行過同款的路，加在鄉親用選票會力量，強調下當無靠山，甚至會當失去政黨提名，唔過袂當辜負支持鄉親。面對爭議，黨部回應平面媒體，提名作業最後要報請中央協調。最近接到真濟件檢舉，內容牽涉魏嘉彥公開支持非黨籍縣長參選人魏嘉彥發送競選宣傳品，強調敢有牽涉黨紀問題，會去規定進行處理。